继续来关心在台师大查埔骹球队的抽血案。台师大今仔日召开校级到评会，国期要解除聘请周大英，这4年来袂当搁再改聘请。教育部也讲，若准是改聘，因为伊毋是现职人员，就袂当申请退休含领退休金。日本教育基金会表示讲，希望这个案例是对这体育学门文化环境做一个改善。上次已经举行记者会说明，前台师大女足教练周大英也出面来现身礼，女足抽血案意外一直拖。台师大25完成教评会3级3审，经过出席委员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得到过半数同意。国期甲教练周大英改聘，4年内底袂使聘任为教师，理由包含认定球师言行超越球队正常管辖范围，伤及学生自尊，也有无符合停师抽血的权利无对等关系。有周教练的问题需要被看见，需要被解决，还包含陈忠庆教授。还有相关的资料有没有到别的学术论文或是别的老师的研究办公室去变成相关的学术研究？其实也是我们一直提醒教育部的。对由非医护人员进行抽血，学校教评会讲已经明显违反法规。周教练甲计划主持人陈忠庆的责任必须由学伦来调查清楚。由国期结果会送教育部，教育部讲一旦若是被改聘，袂使申请退休，也有清领这个退休金。事前的预防跟事后的补救。然后来跟校方一起讨论，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个校园环境更好。那对于个案处理，我们当然也是持续追踪。就教育部来讲，他也不只是要处理这个周台英的这个解聘问题，因为在这个整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校方的责任也很大呀。因来周大英捌教过女足球员、学生甲家长是烦恼，这个案件遭到各方的压力，会影响教育部的处理态度。发起联署的援助，希望政府用个心来处理。我自己觉得教练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老师，但是他每一件事情他都会是先为球员想，只要球员受伤或者是球员有什么问题，只要他可以做得到的，他一定都会尽全力去帮忙。有没有一些转换的空间？毕竟老师他也是这么资深，那我感觉就是没有机会，就是直接是处以死刑，会觉得不太能接受了。除了行政动作以外，司法上检调已经到台师大调取研究计划资料，扣押这个会议的检体，也向教育部甲国科会调取资料，并且以证人的身份约询4名学生，其中2人在学，问候了后拢请回。记者综合报道。